嗨，各位Clash Workshop 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星讲师博文。今天呢，很开心，也很兴奋呢，第一手拿到 Tab S11系列的全新平板。刚刚稍微上手玩了一下，有一些不一样的心得，还有实际的一些功能体验。等一下呢，会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